的新歌。新歌，终于，想不想听？怎么说出EP？我们的 EP 会用免费的给大家，因为也值不了多少钱。对哦，然后大家也不用花钱买，就是回去放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听。不管是捷运什么都可以来听了。对，好，最后一首歌啊，就是一样在李建龙这个人啊，给我太多的灵感了。谢谢他，谢谢李建龙。谢谢。这个人会炫富啊，其实我们男生多半要负一半的责任。哦，怎么说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他们我没有想过，没有都不会太低。你是没啥，我都可以上面。好人三宝。对，我是好人三宝哈。我是呢。今天你为了这个很漂亮的人，可是你没有看到他的内心，你就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可是忘记身边有这么好的红颜知己。哦，不会欢呼一下？哦，红颜知己，对，所以你要干嘛？我代志。所以这首歌就是要写给天下的在座的男性，女性也可以把它歌词想成是跟自己讲话，或者是性别对调哦。这首歌叫做《卖公啊》，卖公啊，真的卖公，看清一下，事情真的是很多都卖公啊。好，卖公，不要想太多。新歌。
请到 Facebook 搜寻我要加辣，然后。